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3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9篇，耶利米书第11章1到17节，罗马书第2章第1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审判。牧师很喜欢提醒兄姐有关于亚当与夏娃的事情。当时候他们不是为了追求智慧而被逐出伊甸园的，其实他们所追求的、所想到的是那一个能够辨别是非的这个权利、权柄，因而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审判权不是上帝要赐给人的，审判权那是代表上帝伊甸园的园主他的权柄。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？使徒信经告诉我们，他如今升天，坐在全能父的右边，他从那里再来审判活人与死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应当更小心自己的言行，千万不要成为一个非常喜欢判断审判别人的人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犯了跟亚当夏娃一样的罪。上个礼拜六我们在读经分享的当中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话，这样说：好人从他的心里头积存了善，发出善来；坏人从他积存的恶，发出恶来。一个人的心里充满着什么，嘴就说什么。遵守诫命是基督徒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。亚当和夏娃就连一个非常简单的诫命也都守不到。那对于现代人而言，牧师认为更难，因为现代人时常将民主、自由、权利放在人生的第一位。他们鲜少愿意遵守上帝诫命作为第一个作为，但是基督徒的信仰所强调的却是遵守诫命，但并非对于集权的那种愚忠盲从。这一次我们看到苏俄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里面，也看到许许多多有良知的苏俄人勇敢地站出来，对于侵略行为发表出愤怒跟抗议，因为他们遵守的是上帝的公义与爱，而不是政客的集权命令。他们这些人可能需要为了他们的发言而失去自由，但是他们却愿意这样的思考上帝的公义。这几天在立法院有一位立委在质询政府官员的时候，不但非以事实来论，更如同对待牲畜的方式般的来对待政府官员。这并不能代表一个民意代表的质询品质，但却如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一个人的心里充满着什么，他的嘴巴就讲什么。记得高中时期，老师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这样说：有一天，苏东坡跟朋友打赌，在他们静坐的时候，看谁的功力比较高强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静坐之后，朋友就开口先说了：我看见我前面好像有一个神。苏东坡心里就非常高兴，他就说了：
我看到的是一堆粪。事后呢，苏东坡很兴高采烈的回去告诉他的妹妹苏小妹这一件事情，并跟他妹妹说：“我赢了，我赢了。”结果苏小妹却这样回答苏东坡说：“哥哥，你输惨了。那个人的心中有神，所以他看得到神。但是你的心里却装满了你眼睛所看到的东西。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品质，你所说出来的话也会是什么样的话语。”这正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话。保罗在给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信上这样说道：“朋友啊，你评论别人，不管你是谁，都不可以原谅的。你评断别人，而自己所做的却让他们一样，你就是定自己的罪了。”我们知道上帝审判这种事的人是没有错的。可是朋友啊，你用来判断别人的事，正是你自己所做的。我想你可能你以为你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吗？我们非常习惯就是先将人入罪，这样我们自己就没有了责任，甚至就没有了罪。这是一种比较式的那种脱罪行为，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，并且在一种基督教伦理上面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就是扮演上帝。如同亚当和夏娃一样，他们将上帝的权柄握在手里，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帝，或是代表上帝来审判别人。事实上，这样做是人跟上帝所不喜悦的。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：是不是你轻忽了他的仁慈、宽容和忍耐？你应该晓得上帝是仁慈的，因为他要你悔改。可是你的心头刚硬，为自己招来更多的愤怒，以至于上帝的义愤和公义审判来到的日子将会受到更重的刑罚，因为上帝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。基督徒受呼召不是为了要来审判别人，应该是要来行善，追求从上帝来的尊贵、荣耀和不朽的生命。能够做到对以上的标准的时候呢，上帝就要将永恒的生命赐给他们。在浪子的故事里面，确实小儿子犯了错，他得罪了父亲，也得罪了天。但大儿子呢，他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那个儿子与娼妓花光了你的财产。”他所犯的错，除了自以为义以外，然后侵略了自己所得到的恩典，忽略掉了。所以他用你的财产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难道大儿子没有拿到财产吗？最严重的罪就是将自己就将这个审判权当成自己的。他认为小儿子有罪，也定了他的罪，说他不配回家。为什么父亲可以接纳他？他拒绝了父亲的邀请，进去享受盛宴这样的美意。他拒绝了行善，去接纳他弟弟。保罗这样提醒我们，有些人恒心行善，追求从上帝来的尊贵、荣耀和不朽的生命。这样的人，上帝将永恒的生命赐给他们，
至于那些自私、拒绝真理、反而随从那个不义的人，上帝的义愤和惩罚要临到他们。所以作恶的人将逃不掉患难和痛苦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但是所有行善的人，他要赐给他们尊贵、荣耀和和平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，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。但愿是慈爱的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行善的人，不要成为一个抢夺上帝权柄的人，遭受自己定人罪的刑罚。诗篇39篇，我说过，我要谨慎我的行为，不让我的舌头犯罪。作恶的人在我面前时，我要闭口不言。我沉默不发一语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但是我的痛苦更加剧烈，我心里充满焦虑，我越沉思越觉得不安，禁不住发问：上主啊，我的寿命多长？我几时会死？求你指示。我的终局几时来到？你使我的生命那么的短促，在你的眼中，我有一生的岁月几乎等于零。个人的生命不过是像是一口气息，人生如泡影，一切的操劳都是虚空。他累积财富，却不知道归谁享受。主啊，我还能盼望什么呢？我只有仰望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过犯，不容许愚蠢人嘲笑我。我要缄默，不发一语，因为你使我这样受苦。求你不再责罚我，你的责打已经使我奄奄一息。你用责备来惩罚人的罪，像蛀虫侵略他所喜爱的一切。是的，人生只不过是一口气罢了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哭求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是你的客人，跟列祖一样，不过是过路旅客。求你宽容我，让我在去而不返之前有一点安乐。恳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太轻易批评、论断、审判别人，因为上帝不喜欢，也因为当我们审判人的时候，那个标准也变成了审判我们自己的标准。让我们学习谦卑，与人和好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